好高興見到你。好高興見到你。上次見你係喺三藩市。係啊，我知道你周圍飛。係。我好想知今年同你上次嘅達沃斯嘅感覺有啲唔同。Gemini 3已經推出咗，我哋聽聞 OpenAI 內部發出嘅紅色警報，你覺得 Google 係咪已經重振旗鼓？呢層我唔敢講，但我感覺我睇過咗好充實嘅一年，真係好努力咁做，真係好辛苦先可以將我哋嘅技術同模型帶翻去世界頂尖水平。我覺得呢，我哋憑住 Gemini 3仲有 Imagen 影像軟件做到嘅，而且呢，我覺得我哋已經適應咗呢個快節奏嘅世界，為我哋嘅工作注入咗初創企業嘅活力。你覺得大家係咪低估咗 Google 或者有啲咁嘅錯嘅？係，可能係，我唔太肯定。我意思係，我覺得我哋一直都具備相關要素去企喺呢個領域嘅最前線。畢竟我哋喺呢方面歷史悠久。我覺得喺過去10年 Google 同 DeepMind 之間，我哋發明嘅現代人工智能行業依賴嘅大部分突破性技術，最出名嘅當然係 Transformers， 仲有 AlphaGo 同深度強化學習等等。我哋仲有強大嘅產品平台，服務數以10億計嘅用戶，由搜尋、電郵到 Chrome 都好適合應用人工智能。關鍵咧係要將所有嘢整合埋一齊，並以正確嘅方式組織。我覺得我哋喺過去幾年已經做到嘅，雖然仲有好多工作要做啊，但係我哋已經開始見到成果啦。如果你覺得自己有優勢，你認為呢個優勢有幾大啦？可以維持幾耐？咁我哋嘅一切都係由研究開始，特別係模型嘅各項基準測試中都要達到頂尖水平。呢個亦係我哋將 Google 咧同 DeepMind 合併時咧首先關注嘅重點啦。對於 Gemini 系列嘅發展進度，我哋感到非常滿意。咁雖然仲有好多嘢要改進，但係咧，我認為咧，我哋係唯一一間擁有完整技術嚟嘅機構，由 TPU 硬件、數據中心、雲端業務、前沿實驗室到所有呢啲同人工智能完美契合嘅產品。所以從結構同埋基本原理嚟講咧，我哋理應表現得非常好。我認為未來仲有非常大嘅發展空間。我想知一位人工智能公司行政總裁一日係點過嚟？我讀過報道話，你大部分嘅思考都係喺凌晨1點到4點之間進行。係冇錯。公司內部係咪一直都處於紅色警報狀態？你有冇覺得放鬆過？咁你永遠都唔會覺得放鬆。紅色警報咧係針對非常特殊嘅情況，但喺過去3-4年咧，工作強度咧一直都係難以想像嘅高。每個星期工作100個鐘，一年做足50個星期，呢個已經係常態。我覺得要企啲呢種發展極快嘅技術最前線呢，就必須要咁樣做。出面嘅競爭非常之激烈，可能係科技界有史以嚟最劇烈嘅競爭，而且賭注非常之大。通用人工智能同埋你知啦，嗰啲嘅所代表嘅一切，所以無論喺商業定科學上，再加上我哋而家做緊嘢嘅係幾咁令人興奮，同埋將佢用嘅，正如你所知，我哋熱情係用人工智能去探索科學、解決問題、加速科學發現本身。呢個咧一直係我哋夢想。我成世人研究人工智能都係為咗呢一刻。咁所以有冇難入睡？因為有好多工作要做啊，但係同時亦都有好多令人興奮嘅嘢要去研究同推動。我哋而家見到 Gemini 已經被整合到人形機械人入邊，物理世界同人工智能嘅 AlphaFold 時刻係咪已經到咗？嗰個係點樣嘅？睇落又會係點？係啊，其實我哋過去1年花咗好多時間去仔細研究機械人技術。我確實認為咧，我哋正處於物理智能某種突破性時刻嘅邊緣。我仍然覺得我哋仲需要大概18個月到2年時間，仲要做更多研究。但我認為好似 Gemini 呢類基礎模型指明嘅方向，我意思係我哋一開始就將 Gemini 設計成多模態，等佢可以因多種原因理解物理世界。一個原因係建立通用助手，可能喺你眼鏡或手機入邊理解你周圍世界。咁當然第二個用途係用嘅機械人技術上，喺物理世界喺嗰個時刻嘅落會係點樣？我認為係要令機械人咧可以喺現實世界入邊可靠地執行有用嘅任務。而我覺得而家仲有幾樣嘢阻礙緊呢件事，部分原因係演算法仲未完全到位，佢哋需要再強嘅一啲。
佢哋處理嘅數據量要比大型語言模型或者純數位領域嘅模型少。你可以話係創造合成數據，要整呢類數據係難好多，而且呢個硬件方面仲有一啲問題未解決。具體嚟講，好似手臂同手掌呢啲，其實當你非常之細膽研究機械人技術時，你會對人類嘅手掌有新嘅體會。至少我又覺得佢係幾咁精緻，進化設計嚟嘅，真係好不可思議，好難達到人類手掌嗰種可靠性、力量同埋靈活性。所以咁我哋嘅仲有好多嘅需要整合埋一齊，但亦有好多令人興奮嘅事。我意思係，我哋啱啱宣布嘅同 Boston Dynamics 展開新嘅深度合作，佢哋同現代汽車有一啲好正嘅機械人，仲實際應用嘅汽車製造上邊。我哋會喺未來1年睇下原型機艙進展點樣，然後可能喺1-2年內呢，我哋會有啲好犀利嘅演示可以大規模推廣。1年前 DeepSeek 對西方嚟講好似係災難性咁，而家1年後中國嗰邊咧似乎變得低調咗好多。係，你對嚟自中國嘅競爭嘅睇法有冇改變？其實冇乜變，我一開始都唔覺得係災難，覺得西方反應過度，對西方嚟講呢件事好深刻。而我認為呢件事表明咗中國人係好有能力嘅，特別係嗰啲領先嘅公司。我認為好似字節跳動咁嘅公司啦，實際上我會話係最有能力嘅。佢哋可能只係落後咗6個月，而唔係落後最前沿1-2年。所以我認為呢個就係 DeepSeek 展示出嚟嘅，關於佢哋用嚟計算量以及計算量幾咁少等説法係誇大咗，因為佢哋依賴嘅西方模型仲對領先西方模型嘅輸出做咗微調。所以呢個並唔係從零開始研發嘅，而我認為到目前為止仲未見到嘅另一件事係中國，實際上係中國公司能唔能夠自己嘅最前沿之外進行創新。咁所以佢哋正喺度進步，佢哋好擅長追趕最前沿嘅水平，而且呢方面嘅能力亦都越嚟越強。但係我認為佢哋仲未展示出嚟嘅，可以喺最前沿之外進行創新。你幫手定義嘅通用人工智能，你曾經講過，我哋有50%嘅機會喺2030年之前實現呢個目標。呢個仲係你嘅時間表咩？係。對你嚟講，通用人工智能仲係一個有用嘅目標咩？我認為係一個好高，仲係我嘅時間表。而且呢個時間比你聽到嘅一啲其他人一啲我哋同行所講嘅要長少少，但係我哋標準係相當高嘅。即係一個系統要具備人類所擁有嘅所有認知能力，而我認為我哋顯然離嗰個目標仲有一段距離。呢個意思係，例如喺科學創造力方面呢，唔單止係解決一個科學猜想或者問題，而係實際上首先提出假設或者問題。正如任何科學家都知，揾到啱嘅問題往往比揾到答案難得多，所以你知啦，目前仲未清楚呢啲系統係咪已經具備咗呢種能力。事實上，佢哋而家肯定係未有嘅。我認為佢哋最終會擁有，但目前仲未清楚，仲需要佢哋嘅。仲有啲好似持續學習、在線學習，超越咗佢哋之前接受過嘅訓練，然後喺現實世界中係靜態嘅，需要即時學習。所以我認為仲有唔少缺失嘅能力，而呢啲能力對通用人工智能系統嚟講係非常關鍵嘅。谷歌係 Anthropic 嘅主要投資者，但係我今日早睇嘅時候睇過呢度，佢預測人工智能將會喺5年內消除50%嘅初級白領工作。你同唔同意嘅呢個說法？我認為我嘅時間表同觀點係呢個過程會長好多。我哋意思係，我認為我哋今年可能開始見到呢種跡象，例如喺初級職位或者實習職位方面。但係我認為呢，我哋必須解決更多嘅人工智能目前呢仲未具備嘅一致性問題。我稱之為參差不齊嘅智能。我哋喺某啲方面好嘅，而目前嘅系統呢喺其他方面呢就表現得好差。如果你想將成個任務卸載或者委託俾例如一個代理，而唔係好似我哋今日嘅更多係輔助程序，你就需要全面提高一致性。如果佢只係擅長嗰個任務嘅95%呢，係冇用嘅。你需要咁喺成個任務入邊都表現出色，你先可以真正做到放手唔理。咁所以我認為喺我哋見到嗰種顛覆之前呢，仲有好多嘢要做。
但係嗰種顛覆係咪一定會發生？我哋會喺肯定喺通用人工智能嘅極限之下，如果你有咁樣嘅系統啦，我哋實際上會改變成個經濟。呢個遠遠超出口飯啦，工作嘅問題。如果我哋構建得啱，我哋可能會進入一個後稀缺世界，解決咗一啲世界嘅根本問題啊，例如能源啦，即係新型啊、清潔啊、可再生啦，基本上係免費嘅能源啊。如果我哋喺人工智能嘅幫助下解決咗核聚變之類嘅問題，仲有新材料，我哋嘅通用人工智能出現5至10年後，我哋會進入一個極度豐盛嘅世界。咁樣對經濟同埋社會運作嚟講，實際上其實意味住啲咩呢？不過佢進入後稀缺啦，世界之前啦。如果真係有嗰日咧，大家對過渡期會發生咩事感到好焦慮。你知道啦，我係一個媽媽，我知你都有細路啊。為咗冇㗎，你最驚嘅係咩？你會同佢哋傾啲咩？你會話俾佢哋聽未來會係點？我係指我聽過好多人講天啊，大學畢業生嘅日子會好難過。呢層我就唔知啦。聽住，我哋呢個會係一個顛覆嘅時代，就好似工業革命嗰陣嘅規模，可能係嗰陣嘅10倍。感落都覺得難以置信，而且快10倍。所以我通常形容佢會比工業革命大10倍，快10倍。2年10倍，你覺得可以？即係100倍。好，即係嗰陣嘅100倍，唔係我對每個人都係咁講，但我哋呢度面體含住巨大嘅機遇，而且我亦都非常相信人類嘅智慧，我哋嘅適應能力極強，因為我哋嘅思維好全面。你知道啦，人類嘅大腦係好通才嘅，我哋已經適應咗去觀察周圍嘅現代世界。你知道啦，我哋嗰個狩獵採集者嘅大腦竟然成功建立咗現代文明，所以我哋會再次適應。我哋呢次係有啲史無前例，因為速度太快。通常呢類轉型呢，需要1-2代人嘅時間先會發生。仲有呢項技術帶嚟嘅變革力量嘅規模。但係我哋而家嘅細路，我會鼓勵佢哋要變得非常精通呢啲新工具，要好似天生就會用嘅呢啲工具，簡直就好似俾啲超能力咁嘅嘢。佢創意藝術方面，你一個人可能就做到以前要10個人先做到嘢嘅。我哋呢個意味住，如果你有創業精神，如果你喺遊戲設計、電影項目方面有創意，你可能會比以前更容易完成更多工作，更容易進入呢啲行業。作為一個你知道啦，新進嘅人才，有啲人主張暫停一下，等監管有時間跟上，等社會有時間去適應呢一啲轉變。佢一個理想世界入邊，如果你知道所有其他公司都會暫停，所有國家都會暫停，你會唔會支持咁做啦？我係指我公開講過，我想見到點樣發展，呢個一直係我夢想中嘅路線圖啦。至少係我15年前創立 DeepMind 同埋25年前開始研究人工智能嗰陣嘅睇法。就係當我哋接近呢個時刻，即係通用人工智能 AGI 到佢嘅臨界點，我哋或者會以科學嘅方式，你知啦，去進行協作。我間中會講到要建立一個國際性類似歐洲核子研究組織 CERN 嘅機構，專為人工智能而設啦。等全世界最頂尖嘅人才可以一齊合作，然後以非常嚴謹嘅科學方式去完成最後嘅步驟，當中要涉及成個社會，可能包括哲學家、社會科學家、經濟學家，仲有技術專家，去搞清楚我哋想從呢項技術得到佢哋嘅，同埋點樣去運用佢先可以令全人類獲益。我認為呢個就係關鍵所在。不過好可惜，呢樣嘢需要國際間嘅協助，因為就算一間公司，甚至一個國家或者成個西方世界決定冇做，除非全世界都同意，至少喺一啲最低標準上達成共識，否則都係冇用。而且目前嘅國際合作係有啲棘手，所以如果我哋想對邁向 AGI 嘅最後階段採取嗰種嚴謹嘅科學方法，現狀咧就必須改變。咁如果 AGI 嘅假設係2030年出現，而我哋仲未建立好監管制度，我哋係咪注定會面臨困境？咁到時我哋你知啦，我覺得我仲係樂觀咗，相信咧係會有足夠多嘅領先參與者咧，會互相溝通，並希望咧係至少喺安全同保安協議等方面進行協作。其實已經有好多呢類合作，例如我哋同 Anthropic 嘅呢啲方面嘅合作就相當緊密，而到時咧就會需要可能係更多
如果國際合作搞唔掂，就可能要靠同行之間嘅合作，但係我會咁樣壓力會大好多。你覺得你可以令 Elon 同 Sam 同你合作咩？有可能。咁我覺得我同幾乎所有其他領先實驗室負責人關係都幾好嘅。咁我認為如果利害關係夠大，而且好大程度上要理解關鍵所在同埋風險係乜嘅，我哋未來2-3年咧，大家對呢啲嘢會睇得更清楚啦。咁我哋嚟傾下技術同埋下一個發展曲線。Yann LeCun 講過，佢唔認為單靠 Transformer 同大型語言模型 LM 就可以帶領我哋實現 AGI。你同意定係反對？同埋，如果呢啲係死胡同，咁我哋而家做緊嘅係唔係我唔同意佢哋係死胡同，但係好明顯，我認為嗰種講法係錯嘅。我係話佢哋而家已經係非常之有用，但係我哋睇法係呢個係一個經驗性嘅問題。我認為呢個係一個科學問題，即係單靠佢哋係咪就足夠？我覺得有一半機會，只要擴大現有方法嘅規模並做嘅微調就足夠，可能係嘅。而你必須咁做，我認為呢個係好有意義嘅工作，因為至少喺我哋嘅呢啲 LLM 會成為最終 AGI 系統嘅一個組成部分，一個極之重要嘅部分。我腦海中唯一嘅疑問係佢係咪唯一嘅組成部分？啱唔啱？我可以想像到仲會有1-2個突破，或者係少數幾個。你知啦，我哋仲需要少過5個關鍵突破，少過5個係咁，所以你知啦，嗰啲可能係好似世界模型咁嘅。呢個係 Yann 提過嚟嘅，我哋正喺度研發緊呢。事實上，我哋目前擁有最好嘅世界模型，即係 Genie，我哋嘅 Genie 系統，我直接參與其中，我覺得呢樣嘢非常重要。仲有持續學習同埋擁有穩定嘅系統，唔會話有啲咁好嘅，有啲嘢又好唔掂。表現參差，一個通用系統唔應該係咁樣嘅。咁所以我認為需要更好嘅推理同埋更長遠嘅規劃，仲有唔少能力係目前仲未有嘅。至於係需要新架構啦、新突破啦，定係繼續現有方向咧，仲係一個未知之數。而喺我哋嘅從 Google DeepMind 嘅角度，我哋正全力推進呢兩方面，既發明新嘅，亦擴大現有規模。佢講咗唔同，但相關嘅 Ilya Sutskever 講過，靠擴大規模同整大模型嘅提升性能嘅時代差唔多完啦。你同唔同意呢個講法？我唔同意。我哋嘅原話係叫我睇翻去研究時代。不過我好欣賞 Ilya，我哋係朋友嘅，好多方面有共識。但我覺得我哋其實一直都冇研究時代，至少對 DeepMind 嚟講係咁。咁我哋一直都有投入。事實上啦，Google 同 DeepMind 咧擁有最深厚同最廣泛嘅人才儲備。回顧過去10年咧，現代工業依賴嘅突破，大約有90%都係我哋發明嘅。最出名嘅當然係 Transformers， 但係仲有深層強化學習、AlphaGo 呢類強化學習技術，呢啲全部都係由我哋開創嘅。咁所以如果未來需要一啲新嘅突破呢，我非常有信心，我哋會好似過去咁，成為咗未來實現呢啲突破嘅人。最後同唔同意啦？Elon話我哋已經進入咗奇點。我覺得而家講呢，佢仲係太早。你知啦，我認為奇點係另一個講法啦，即係代表完全冇 AGI 已經出現。我諗我頭先已經解釋咗點解我覺得我哋離嗰個目標仲好遠。我哋最終會達到嗰度。5年，如果你睇下嗰樣嘢係咩，就算係5年都唔算係好長嘅時間。但係我認為佢出現任何似奇點嘅，喺之前仲有好多工作要做。咁同我哋講下而家 Google 內部嘅文化，你知啦，點樣去贏呢場比賽，但又要做得啱。領導層方面啦 ，Larry 同 Sergey 而家個參與程度有幾高？你幾耐同佢哋傾一次偈？佢哋嘅優先事項係咩？係佢嘅參與度好高。咁 Larry 比較偏向策略方面，我哋董事會或者去直谷嗰陣會見到佢。Sergey 就比較親力親為，佢有參與寫 code， 特別係喺 Gemini 團隊入邊咧，會鑽研演算法嘅細節㗎啦。見到佢哋兩個對我哋目前嘅進展嘅有熱誠，真係好正。邊個會唔係呢？呢一刻對電腦科學嚟講，絕對係一個不可思議嘅時刻。所以單從科學角度嚟睇，佢哋兩個都係科學家，呢個真係人類歷史上一個非常令人興奮嘅時刻。所以當然每個人都想親力親為，深度參與其中，所以呢個好好。而對於我哋作為一個實體，你知道我正試圖結合多個領域嘅優勢，咁所以你知道
初創企業嗰種快速交付、敢於冒險嘅活力，諸如此類。我認為你正睇到大公司資源帶嚟個益處。資源非常有用，但係同時亦都要為長期研究、靜態研究同埋探索性研究保留空間，而唔單止係研究3個月後要喺產品中交付嘅嘢。我認為嗰樣亦都會係一個錯誤。咁所以咧就我淨係試圖咧就平衡所有呢啲唔同嘅因素啦。而且你知道，我認為喺過去嘅1年裏邊進展順利，但我認為我哋仲可以做得更好。我認為我哋今年仍然會做得更好，但係我對我哋個發展軌跡感到非常之滿意。我認為呢個係業內任何公司中改進同埋進步最顯著嘅軌跡。你係一位諾貝爾獎得主，我知道你對人工智能推動科學研究有幾咁着迷。咁如果人工智能本身，比方話做出咗一個值得諾貝爾獎嘅發現，邊個應該得獎？係人工智能定係人類？我認為即係仍然應該係人類呢，我會咁講，因為我覺得我係指呢個取決於你所講嘅完全獨立完成係咩意思，對吧？咁所以目前呢啲仍然係工具啦，我將佢哋視為你知道非常入許呢係終極嘅科學工具咧，但係更似係望遠鏡同顯微鏡嘅升級版啦。我哋一直都喺度製造工具，以便能夠更好咁探索自然世界。基本上我哋係製造工具嘅動物，呢個就係人類與其他動物嘅區別。咁呢就係我哋嘅超能力。當然我亦都將電腦包括在內，而人工智能即係呢一種能力嘅終極體現。咁所以喺某種程度上咧，我認為咧人工智能，而且一直認為咧佢係進行科學研究嘅終極工具。而且我認為咧喺可預見嘅未來咧，呢個將係同頂尖科學家嘅合作，由佢哋提供創意同假設，配合呢啲神奇嘅工具啦，增強數據處理啦、模式匹配以及科學嘅探索部分。你顯然本可以將 DeepMind 賣俾任何人，而且我認為所有呢啲公司都喺度要求我哋給予極大嘅信任，特別係如果監管跟唔上技術嘅發展，而歷史證明監管好可能跟唔上。我哋點解要信任你呢？而且你點解認為 Google， 我默認你相信佢係我哋最應該信任嘅地方？當涉及到感覺如此冒險嘅事情嘅時候，係嘅，咁我認為你需要通過呢啲公司嘅行動嚟判斷佢哋，並且我會話仲要研究參與呢啲事業嘅領導者嘅動機。對我以及對我哋嚟講，咁呢個亦都係我揀 Google 作為 DeepMind 理想歸宿嘅原因之一啦。有幾個原因啦，主要原因咧係 Google 創始人同埋佢哋建立 Google 嘅方式咧，係將佢當科學公司。好多人忘咗 Google 本身就係博士研究項目，係嘛？咁係 Larry 同埋 Sergey 嘅博士研究項目。咁所以咧，我即刻對佢哋產生咗親切感。Larry 領導咗今次收購同埋董事會，同埋佢哋召集進董事會嘅人。公司董事會有John Hennessy 呢位圖靈獎得主同諾貝爾獎得主Francis Arnold 咁罕見啦，咁所以成個環境都好有科學氣息。文化上係以科學研究同工程為主導，呢樣嘢已經深深植根嘅文化入邊。呢樣嘢意味住喺最高水平做科學，代表要非常嚴謹、周全，並冇任何可能嘅地方應用科學方法。我認為呢樣嘢唔單止適用於技術，仲適用於你作為一個組織嘅運作方式。所以我覺你知啦，我哋嘗試做到非常周全，係同負責任，並對我哋推向世界嘅技術咧，盡可能保持遠見。呢樣嘢唔代表我哋會做啱晒所有嘢，因為呢項技術係咁複雜嘅新種嘅萌芽階段，而且具有咁強嘅變革性。但我哋希望，如果你知啦，真係出咗錯，可以盡快修正方向。最後我想講嘅係我只係被 Google 喺世界上嘗試做嘅嘢所吸引。整理全球資訊呢，我認為係一個非常之高尚嘅目標。呢個係 Google 嘅使命宣言啦。我覺得呢樣嘢同 DeepMind 嘅使命宣言呢好契合，即係破解智能咧，並用佢哋解決其他問題。呢個就係我哋嘅我認為呢兩個使命宣言係天作之合。人工智能同整理全球資訊自然係相輔相成嘅，而且我認為咧，佢就係 Google 文明嘅產品類型啦，由地圖到 Gmail 啦，再到顯而易見嘅搜尋。我認為佢哋係世界上真正有用嘅產品。我認為
人工智能好容易融入其中。人工智能點樣同呢啲產品配合嘅，增強佢哋，等每個人嘅日常生活中都可以用到。我認為對世界係一件好事，所以我好高興可以為此作出貢獻。好，佢第後稀缺世界，我睇到佢嗰個階段呢，啲人唔再需要工作。一旦你實現咗所有技術目標，你個人打算點樣利用你嘅時間？研究工作已經可以自動化進行。我好想用佢哋做我哋奇點之後會做嘅嘢，就係用佢哋探索物理學嘅極限。我哋嗰個係我哋學校最中意嘅科目，就係探討嘅大問題。你知啦，現實嘅結構係咩？現實嘅本質係咩？意識嘅本質又係咩？費米悖論嘅答案啦，所有呢啲嘢，時間係咩？重力係咩？我好驚訝，更多人我哋只係過住日常生活，咁真正去思考呢啲重大問題，對我嚟講，呢啲問題好似一直喺我耳邊叫緊，好似喺度問呢啲嘢，呢啲深奧謎團嘅答案係咩？我諗利用人工智能去探索所有呢啲嘢，或者啲人工智能開發嘅新能源、新材料同其他嘅幫助下去星際旅行。如果我哋唔使工作，我哋仲會有意義目標咩？我哋老實同你講，比起經濟問題，我更擔心呢樣嘢，因為我認為經濟問題幾乎係一個政治問題。好似當我哋獲得所有呢啲額外收益同埋生產力時，我哋能唔能夠確保佢係共享嘅為咗每個人嘅利益？我哋顯然呢個就係我所相信嘅。但係比呢個更重要嘅問題係，我哋好多人從工作同科學探索中獲得嘅目標同意義又點算呢？喺呢個新世界入邊，我哋要點樣揾到呢啲嘢？我覺得你知啦，咁我哋都需要一啲新嘅偉大哲學家嘅幫手思考同解決呢個問題，或者我哋會喺藝術同探索方面變得更加精進啦。仲有好似極限運動咁，我哋而家做咗好多嘢，都唔單止係為咗經濟利益，或者將來呢，我哋會對呢啲嘢有更深奧嘅追求。好啦，即係現場嘅每個人都想知自己應該做啲咩。例如咧，面對人工智能，我應該點做？我應該點應對啊？10年後再坐喺大沃斯呢度，你覺得現場嘅人對人工智能犯過最大嘅錯誤會係咩啊？聽住咧，我覺得有2點我想講啦。第一係針對後生仔同我哋嘅下一代等等，我哋唯一可以肯定嘅係將來會有巨大嘅轉變。咁所以我認為喺學習技能方面最重要嘅係要準備好學識點樣去學習，你點樣可以利用現有工具快速適應新環境同吸收新資訊。至於現場嘅行政總裁同商界人士呢，我認為而家最重要嘅係而家有好多領先嘅模型同服務供應商，將來仲會有更多人工智能模型。要乜嘢？你覺得係用正確方式去處理呢件事嘅合作伙伴。咁所以要同嗰啲正喺度作出改變，並以你希望見到嘅方式去應用呢項技術嘅人合作。我相信我哋可以一齊建立一個大家都嚮往嘅人工智能未來。